国会这款修法复议案立法院要邀请行政院长杜英泰来说明。杜英泰也表示，复议案应该让大家合理讨论，希望有充分的时间和立委说明立场。目前哪力两党拢要去选港，立院今仔日就开始啊，这头一场伫花莲。不过，国问题是建议办电视辩论会比较有效率。 国会这款修法复议案，立法院19、20日邀请行政院长杜英泰报告，而伊记名表决。杜英泰则是表示，希望有充分的时间，甲立委说明行政院的立场。希望有充分的时间，能够清楚的向立法院委员们来说明行政院的立场。我们提出的复议案应该被合理的讨论。 复议案2要表决，民进党要下乡选港。杜英泰讲，目前以行政院公务为主，暂时无其他安排。那也嘛调为各地选港反制。不过，民进党主席郭文铁认为，应该要办电视辩论会，更较有效率。其实大家也非常清楚，这只是一个政治动员，你知道哈？这比赛哈，开挖开懂完，你知道哈？那既然这样，我是主张干脆就 办个电视辩论啊，最便宜、最有效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是要电视辩论，就表示说这些法案其实是需要再被讨论的，不是吗？那最好被讨论的地方，其实是在立法院的委员会。早知如此啦，何必当初？ 民进党10时开始下乡选港，头一场就办伫互人当作是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的大票村的花莲。面对国会席处较少，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叫那边刘总书换过来，那赢总调鲍坤基公开征求民进党陆军组做反制，佮质疑民进党执政8年是安怎拢无做。执政党全面8年执政，8年的时间啊，台湾黑熊最多都可以生出3代。 黑熊宝宝可以当黑熊阿公了，可是法案还是写不出来。强化行政院立法院2沟通，杜英泰13暗请第3批民进党立委，佮讲提复议，毋是恶意要甲国会对抗，不过该实现就实现，会捍卫宪法的基本精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